同款嘛是含钱有关系，来看到台北市寸土寸金，租金一直起，比厝租平台统计发觉市中心一间10平套房，一个月租金就占少年家70%的月级。台北市无够3平厝，卖厝敢若是粉鸟厨啊，数量嘛愈来愈济，比去年要租人的量较济3成5。伫台北市大安区，就有一间3平大的厝要租人，西城区间爱含人公家用，一个月租金就要18000块，互真侪人怨叹讲实在租袂起。毕业季节到啊，真侪下学拄出业的少年人，可能还未找到头路，都爱先租厝，这实在互人头壳真疼。因为台北市的租金实在有够悬，根据房屋比价平台的统计，2017年一平大概1757块，到2019年一平来到1836块，起码4%咧。那以拄毕业的这个人来算，月薪28000块，租一间10平的套房，一个月租金就要18360块。安尼薪水就起码7成。年轻人负担不起吧？就一个月的薪水，然后要再支付这笔房租。就算是出社会，其实有一阵子的，也是占他们薪水很大一部分。台北市的租金实在伤过头贵，所以就出现这款3平以下，像狗遐咧大的细间厝。这款厝伫个2017年就增加买35%。大安区阁有一间3平大的雅房，伊的租金一个月都要18000块。安尼，互民众嗨惨，讲哪有可能租得起？找便宜的吧，不然没办法生活。我也都是住在比较就是偏远的地方，因为其实通勤也很方便。台北市的厝价已经连续5年拢落价，不过少年人同款买袂起。不过安尼，雪地区租厝的租金连续53个月拢一直起，嘛来出现这款租细间厝来大的趋势。它主要都是集中在一些像学区宅或者是一些蛋黄地区，要出租给一个家庭还是出租给多个房客？那这样的话，租金最高可以高达1倍，那你租金投报率可能就会从不到2%，直接拉高到超过4%以上。所以这个对于投资客来讲，确实是吸引力蛮大的。这款狗下房平数细的厝，伊的采光、通风、消防系统、导线路线拢有问题。若要解决少年的这款租厝的问题，政府恐惊就要来斗3工才有法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